第79屆世界衛生大會 （WHA） 台灣是連續10年攏無收到邀請，這民間嘛自主去到當地發動大遊行。外交部甲衛福部嘛聯手頭一屆舉辦智慧醫療展，用台灣的醫療成果，要讓全世界攏看到咱台灣。The War for Taiwan， 台灣for。台灣聯合國協進會常務理事蘇蘇華帶正人畫口號，大家越國旗繼續前行。在 WHA 開幕進前，海內外民間團體去到瑞士日內瓦，發起 Team Taiwan 挺台灣大遊行，現場也唱望春風，甲愛拼才會贏，要用熟悉的歌曲，讓大家聽到台灣。三分地主定，七分靠打拼，愛拼好才會贏。毋但民間有活力，官方也有動作。外交部甲衛福部佇當地舉辦台灣智慧醫療甲健康產業展，甲台灣的 AI 應用甲智慧醫療成果搬去到國際舞台，用科技實力拍拼突破限制。Promote Team Taiwan in its medical diplomatic efforts, and we are very confident that Taiwan can assi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health and smart medicine globally. 透過展覽，讓大家看到台灣的醫療論性。親身去到日內瓦的衛福部長趙宗良，也同步甲國際社會發出關鍵呼籲。I therefore urge the WHO and all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upport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WHA as an observer or member. Inclusion is not only a matter of the fairness, but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lobal health security. 台灣醫師會也在當地舉辦 WMA 早頓交流會，世界醫師會會長等人公開相聽，也肯定台灣在公衛政策甲防疫的經驗，更加講台灣無應該變作是全球健康體系的死角。對民間街仔頭遊行、官方科技展，佮到國際醫界的實力外交，各界攏在拍拼，要用行動來證明台灣將來毋捌缺席。記者綜合報道。